你有留意過身邊有一類人年過50，反而越活越後生，精氣神十足，甚至比後生時更招財、更有福氣嗎？我哋喺呢個年紀，成日會聚埋一齊探討保養、養生或者將來嘅規劃，亦成日會見到好多人歲月嘅洗禮下顯得疲憊同滄桑。然而總有啲人隨着歲月嘅遞增，面上嘅神氣非但冇消退，反而顯得愈發慈祥安定，令人一見到就覺得心裏踏實。佢哋可能冇用嗰啲昂貴名貴嘅護膚品，平日日子過得亦未必係幾大富大貴，但你望住佢哋就覺得氣場穩健，屋企和睦，連平時嘅頭痛腦熱、病痛折磨都比旁人少得多。呢個不禁令我哋感到好奇，究竟係咩嘢力量可以令一個人喺步入中老年之後依然保持咁高質量嘅生命活力同祥和之氣？呢個唔係單純靠金錢堆砌出嚟嘅，而係由內而外散發嘅一種生命底色。其實人過50，面上只要有呢兩個地方越寬，就往往說明晚運越紅火。呢個唔單止喺好多傳統觀察中被視為長壽富貴嘅象徵，更加係前半生修行心態積攢落嚟嘅自然顯現。當我哋喺生活中去觀察嗰啲晚年生活幸福、身體康泰嘅老人時，會發現佢哋嘅面部特徵往往印證咗呢啲細微嘅規律。呢個並非空穴來風，而係有住深刻嘅生理學同心理學基礎嘅喺度。我講嘅寬並唔係指五官比例失調，或者因為身體發福而導致嘅橫向臃腫。呢種寬實際上係一種骨箱嘅開闊、氣血嘅通暢，以及成個面相呈現出嚟嘅鬆弛、安詳同舒展。佢代表住一個人喺經歷咗前半生嘅風雨之後，內心逐漸沉澱落嚟嘅嗰份豁達同定力。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呢兩個神奇嘅部位，睇下喺你嘅面上，或者喺你親人嘅面上，有冇咁樣令人欣喜嘅特徵。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成日會見到兩種截然不同嘅面部狀態。一種係中老年人，雖然生活條件唔錯，但總是眉頭深鎖，面容狹促，嘴角下垂，成塊面仿佛緊緊咁繃埋一齊，透住一股難以言喻嘅焦慮、愁苦同防備。而另一種人則係無論遇到咩事，面容總是舒展開嚟嘅，兩眉之間開闊，下巴沉穩紮實，俾人一種春風化雨般嘅溫和。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相由心生。喺30歲之前，我哋嘅樣貌大都係由父母俾嘅基因決定嘅，但係到咗50歲以後，面相其實就係我自己哋後天修行嘅一張成績單，係前半生所有經歷、情緒、品德嘅累積賬本。每一次憤怒，每一次寬容，每一場焦慮，每一次釋懷，都會化作微小嘅表情、肌肉記憶，喺幾十年嘅歲月裏慢慢雕刻住我哋嘅面部線條。所以50歲之後嘅樣貌反映嘅正係我哋對待人生嘅真實態度。如果我哋從傳統哲學嘅角度嚟睇，易經中講乾坤之道，喺人生嘅前半程，我哋好似乾卦一樣，需要不斷咁奮鬥開拓，自強不息。呢個時候嘅我哋往往係銳利嘅、繃緊嘅，但到咗50歲以後，人生開始由奮鬥開拓向包容承載過渡，呢個就進入咗坤卦嘅階段。坤卦講求厚德載物，需要我哋擁有好似大地一樣寬廣包容嘅心胸。所以50歲後人生嘅長壽同富貴，其核心往往就在於一個寬字，心胸放寬落，氣血就會順暢。好多因氣結而生嘅病痛自然就會退避三舍，人生格局變寬落，對待得失就能睇得淡然，財運同福氣反而能夠喺穩定嘅心態下得以留存，
唔至於外流。接落嚟，我哋就從商學觀察同現代醫學中醫氣血嘅角度嚟深入解釋呢個面上越寬越好嘅兩個地方。呢個第一個地方就係我哋嘅雙眉之間，喺中醫同傳統觀察中被稱為印堂嘅部位。呢個地方代表住寬，亦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寬心與寬容。通常情況下，一個印堂開闊嘅人，兩眉之間嘅距離係比較寬嘅。喺傳統嘅面相觀察中，以能夠平咁放得落自己嘅一指半到兩指寬度為比較理想嘅狀態。同時呢度嘅皮膚應當係平滑㗎，冇雜亂嘅碎毛，亦冇因為長期皺眉而形成嘅深鎖嘅川字紋。相反，如果一個人長期處於焦慮、愁苦或者憤恨嘅情緒中，雙眉就會不由自主咁緊鎖，久而久之，兩眉之間嘅距離就會變得狹窄，甚至就係印堂處刻下一道道難以撫平嘅深溝。咁樣嘅人，即使唔係嬲緊，望落去都好似喺發愁或者生悶氣。呢種面容唔單止俾人一種難以接近嘅距離感，喺生理上亦往往伴隨住心肺機能嘅亞健康狀態。喺中醫學中，印堂被稱為肺之外部表現，反映嘅係肺經與心神嘅狀況。中醫認為肺主氣，司呼吸，而心主神明，主血脈。當一個人長期情志不舒，遭遇怨恨、抑鬱或者過度焦慮時，就會導致肺氣鬱結，氣機不暢。呢種氣血嘅停滯喺面部嘅最直接表現就係雙眉緊鎖、印堂局促。如果一個人常年氣機不通，心肺嘅負擔就會加重，面部嘅氣色亦會顯得晦暗。印堂狹窄往往就係身體在發出氣血受阻嘅信號，而嗰啲心態放得寬、凡事睇得開嘅人，佢哋嘅心肺氣血運行往往係非常順暢嘅，因為冇咁多嘅怨氣同焦慮去糾結佢哋嘅眉宇之間，自然而然就會舒展開嚟，印堂顯得寬闊而明亮。呢種寬闊正係體內氣血充盈、流通順暢嘅健康表徵。喺醫學層面上，氣血通暢意味着身體嘅免疫系統同各器官能夠得到充分嘅滋養，自然更有利於延年益壽。從長壽富貴嘅邏輯嚟睇，心寬壽自長。一個印堂寬闊嘅人喺日常生活中遇到唔順心嘅事，往往能夠一笑置之，唔至於令生悶氣、發脾氣嚟傷害自己嘅身體。佢哋嘅心腦血管系統處於一個相對平穩嘅狀態，神經系統亦更加放鬆，睡眠質量自然就高。冇咗長期嘅心理壓力同慢性嘅情緒內耗，身體嘅自我修復能力就能發揮到最佳。呢個無疑係健康長壽嘅堅實基石。同時喺人際交往同財富積累方面，印堂寬闊亦代表住一種極大嘅包容力。咁樣嘅人唔斤斤計較，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同屋企嘅晚輩、身邊嘅朋友都能相處融洽。俗語話和氣生財，一個脾氣溫和、懂得包容嘅人，自然擁有更好嘅人緣。喺家庭中，佢哋能夠成為凝聚家人嘅紐帶，晚年家庭和睦，仔女孝順，日子過得安穩，福氣同財運自然不請自來，晚景生活無憂。呢個第二個地方則係我哋嘅地角，亦即係下巴與兩側腮骨所構成嘅區域。呢個地方代表住穩，亦就係穩重與承載。喺傳統嘅觀察中，一個理想嘅地角應當係寬厚圓潤且有肉包裹嘅，亦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地角方圓。呢種樣貌嘅人，下下線條平滑而紮實，兩側腮骨微微有承托感，唔尖削唔突兀，成塊面嘅下半部分顯得非常飽滿穩重。與此相反嘅，則係我哋成日講嘅嗰種尖嘴猴腮，或者喺現代流行審美中
刻意追求嘅 V 字錐子臉，有啲人為咗追求後生時嘅緊緻，或者迎合當下嘅單一審美，通過各種手段令自己嘅下巴變得過於尖削，毫無肉感。然而喺傳統嘅生命智慧中，下半張臉如果過於尖薄無肉，往往意味住中晚年嘅運勢缺乏承載力，身體嘅精氣亦容易流失。從中醫嘅角度嚟解釋，下巴同牙骨嘅寬厚程度與我哋體內嘅腎氣以及骨骼嘅強弱息息相關。中醫有言，腎主骨，生水其華在發。腎臟係我哋嘅先天之本，藏有生命之精。一個人到咗50歲之後，隨咗年齡嘅增長，體內嘅腎氣自然會有所衰退。如果喺呢個時期，一個人嘅地角依然顯得寬厚飽滿，有肉包裹，說明佢嘅腎氣依然相對充足，骨骼亦十分硬朗。呢個唔單止係身體底子好嘅表現，更加係生命力依然旺盛嘅健康信號。喺面部觀察嘅系統裏，我哋嘅額頭通常代表住早年嘅運勢與聰慧，而下巴亦即係地角，則代表住一個人嘅晚運促財能力，以及家庭嘅穩固。天庭飽滿，地角方圓，呢句話傳承咗千百年，並唔係冇道理嘅。地角越寬越有肉，喺實際生活中往往代表住呢個人晚年能夠守得住財富，因為寬厚嘅地角唔單止係身體強健嘅象徵，更加係一種性格上沉穩、有耐力、能承擔嘅體現。我哋可以通過一個真實嘅生活故事嚟理解呢種承載力嘅重要性。喺我認識嘅人當中，有一位姓陳嘅女士，佢後生嗰陣大面，尤其係下巴同腮骨顯得特別寬厚，並唔係嗰種符合當時流行瘦臉審美嘅美女。喺後生時，佢亦曾因為呢張大面而感到有啲苦惱，甚至喐過想要去通過現代醫美手段改變臉型嘅念頭，但幸好在長輩嘅勸阻下，佢保持咗自然嘅樣貌，接受咗自己嘅呢份方圓之美。隨着年齡嘅增長，到咗50歲之後，陳女士嘅呢張方圓大面反而展現出咗獨特嘅魅力。佢嘅面容飽滿，眼神寧靜，整個人透住一股令人信賴嘅沉穩氣場。有一年，佢嘅家庭遭遇咗一次唔少嘅危機。佢個仔喺創業過程中，因為決策失誤，搞到公司面臨破產，甚至欠落一筆債。成個家庭頓時陷入焦慮同混亂之中。新抱每日以淚洗面，個仔亦一蹶不振。喺呢個關鍵時刻，正係陳女士發揮咗定海神針嘅作用。佢冇抱怨，亦冇慌亂，而係用佢嗰份寬厚沉穩嘅態度穩住咗全家嘅情緒。佢對啲細路講，只要人還在，身體健健康康嘅債務，我哋一齊慢慢還，總有解決嘅辦法。佢攞出自己多年嘅積蓄，幫個仔周轉，每日煮一枱熱辣辣嘅飯菜，等全家人喺攰完一日之後，可以有一個溫暖嘅港灣。喺陳女士嘅呢份沉穩與包容下，家庭冇因為危機而分崩離析，反而更加緊密咁團結埋一齊。幾年後，個仔憑住堅韌嘅毅力重新企咗起身，唔單止還清晒啲債，事業比以前做得更加穩健。經歷過呢次風波後，全家人對陳女士充滿咗無盡嘅感激同尊敬。啲細路對佢亦係格外嘅孝順。陳女士嘅晚年生活唔單止冇因為呢次危機而走向衰落，反而因為佢嗰份堅韌嘅承載力，變得更加紅火同富足。呢個故事令我哋睇到地角嘅寬厚，唔單止係外在容貌上嘅飽滿，更加係內心深處能夠承受風雨、承載複雜嘅真實寫照。一個下巴寬厚嘅人喺面對人生嘅起伏動盪時，
往往能夠展現出驚人嘅韌性。佢哋唔急躁，唔輕易放棄，能夠好似大地一樣，默默咁承載起家庭嘅責任同風雨。呢種性格特質令到佢哋喺中晚年能夠穩住大局，守護住自己辛苦積累嘅財富，亦都能夠贏得家人嘅敬重與愛戴，從而實現真正嘅晚年幸福。然而喺今日嘅商業社會中，我哋成日俾各種鋪天蓋地嘅廣告同流行審美所包圍，為咗兜售各種美容、整容同醫美嘅項目，好多商家極力貶低呢種自然方圓嘅健康之美，轉而將單一嘅骨感繃緊，甚至極端嘅尖下巴奉為唯一嘅標準。喺呢啲輿論嘅引導下，唔少已經步入中老年階段嘅朋友，亦開始對自己嘅容貌產生焦慮，盲目咁去進行削骨、打瘦臉針，或者通過各種手段去消除面部自然嘅圓潤感。呢個喺好多懂得生命智慧嘅人睇嚟，無異於喺自己嘅人生中做減法，盲目追求嗰種不自然嘅狹窄，實際上係喺削弱自己晚年嘅承載力。當我哋將自己面部嗰啲代表住穩重寬容同生命力嘅飽滿部分人為咁去取時，其實亦係喺無形中破壞緊自己身體原本和諧嘅氣血平衡、自然嘅方圓之美。係歲月賦予我哋嘅禮物，佢承載住我哋嘅閱歷與智慧，實在唔需要為咗迎合短暫嘅流行而將其抹去。我哋必須明白，面上呢兩處嘅寬絕對唔係一朝一夕能夠偽裝出嚟嘅，佢唔係靠高級嘅化妝技巧或者局部嘅修飾就能真正呈現，而係長期嘅健康作息、豁達嘅胸懷以及厚德載物嘅德行喺面部嘅自然顯現。佢係由內而外喺歲月嘅長河中慢慢沉澱落嚟嘅生命狀態。咁由50，我哋應該如何喺日常生活中通過知行合一嘅修行嚟令自己嘅呢兩個地方變得更加寬闊、更加健康呢？首先，我哋要學會去拓寬我哋嘅印堂。想印堂開闊，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減少情緒嘅內耗，唔盲目生氣。我哋喺生活中難免會遇到睇唔慣嘅人、聽唔慣嘅話，以及各種唔順心嘅小事。每當呢啲負面情緒湧上心頭，令我哋想皺起眉頭嘅時候，不妨嘗試下停下嚟，深呼吸幾次，喺心裏面對自己輕輕講一句：算啦，放寬心，冇咩大不了。當我哋開始學會釋懷，學會用一種更加包容嘅眼光去睇待周圍嘅事物時，我哋嘅雙眉就會自然而然咁向兩側舒展開嚟。眉毛舒展咯，氣血喺印堂處嘅運行就會變得通暢。久而久之，嗰種繃緊嘅愁苦嘅面容就會逐漸消失，取而代之嘅係一片寬闊與明亮。呢個唔單止能令我哋嘅心情變得愉悅，更加係對我哋心肺功能最好嘅一種日常保養。其次，我哋要學會去穩固我哋嘅地角。想地角飽滿、腎氣充足，我哋需要喺日常生活中好好食飯，注重脾胃嘅調養。只有脾胃好，肌肉同面部嘅血肉才能得到充分嘅滋養。同時要特別保護好自己嘅牙齒，因為牙齒同牙骨係下頜嘅基礎。保護好牙齒就係保護好我哋嘅骨骼力量，亦即係在滋養我哋嘅腎氣。喺起居上要避免過度勞累，保持充足嘅睡眠，以養護我哋寶貴嘅先天之精。而喺心態嘅修行上，穩固地角，意味住我哋喺面對生活嘅瑣碎同突發嘅狀況時，要有足夠嘅擔當同耐性。遇到事情唔好急着抱怨，唔好慌亂，嘗試下讓自己沉得住氣，好似大地一樣去容納同思考。當我哋擁有咗呢種沉穩嘅心態，
我哋嘅神態就會變得安詳，面部嘅線條亦會喺不知不覺中變得更加踏實同穩重。人過50，生命嘅旅程已經走過咗大半。喺呢個階段，我哋開始明白真正嘅長壽與富貴絕對唔係外在嘅名利奢華，而係身體嘅無病無痛，以及內心嘅安寧與祥和。我哋面上所呈現出嚟嘅呢兩處寬，本質上就係我哋生命境界變寬嘅投射。當我哋嘅眼界放寬咯，唔再糾結於一時嘅得失；當我哋嘅心胸變寬咯，能夠包容世間嘅種種不完美；當我哋嘅德行變寬了，願意去承載同溫暖身邊嘅人，我哋嘅生命就會煥發出完全不同嘅光彩。德行寬厚，相貌自寬，呢個係一個非常自然嘅過程。當我哋唔再去斤斤計較，而係用一顆慈悲、溫和、沉穩嘅心去面對生活嘅時候，我哋嘅福氣同壽命其實早就已經喺我哋面上嗰片開闊舒展嘅地方悄悄顯現出嚟啦。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喺歲月嘅洗禮下，收得一份屬於自己嘅寬闊面容，擁有一個健康富足、安詳嘅晚年生活。